那个剩下的龙虾给你吃吧，我回去赶稿。你这门怎么打不开啊？你钥匙呢？啊，好像忘带了。我手机没电了，你手机呢？我手机呢？哎，我手机也没电了。反正阿姨明天会来打扫卫生，会给我们开门的。休息会儿吧。星星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比如在冬天，银河会比夏天更暗淡，北斗七星的斗柄会指向北方，还有猎户座，只有在冬天是最亮的。你从哪儿知道的这些？小时候我哥教我的。他从小就很聪明，天文地理、音乐美术，什么都懂。如果他没去世，我爸也不会那么失望。哎，你看，那个是什么星座啊？那个是仙后座。那个呢？那几个连起来叫天龙座。哎，流星！那是飞机。不就是飞机吗？谢谢你的衣服。女孩子怕冷，你穿着吗？想不到你还挺体贴的呢，真不愧是中国好甲方。你不是说没带钥匙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办公室抽屉的钥匙。这明明就是天台钥匙，谁家抽屉用这么大的钥匙的？朱叶青。